50歲嘅張女士以前喺一間細公司做文員，但因為公司經營唔好而失業。多年嚟做散工，佢發現自己嘅技能已經唔符合現今職場需求。為咗改變現狀，張女士決定參加再培訓局嘅護理服務基礎課程。雖然一開始擔心年齡會係障礙，但係佢憑住努力成為班上表現最好嘅學員之一，仲攞到專業資格。完成課程後，張女士成功喺護理中心揾到穩定工作，重新開始人生。佢用自己嘅經歷鼓勵其他人突破年齡限制，追求新機會。喺最新嘅施政報告入面，政府宣布將僱員再培訓津貼嘅月上限由5800蚊提高近40%至8000蚊。呢項政策會惠及更多失業人士同轉職者，幫助佢哋掌握市場所需技能，重返職場。再培訓局提供大約700項，涵蓋28個行業嘅課程，包括護理、金融、家居服務等，適合青年、婦女、50歲以上人士及少數族裔等唔同群體。所有為期7日或以上嘅就業掛鈎課程都可以獲得津貼，而失業人士更加可以免學費。對於50歲以上嘅求職者，以下建議可以幫助你重返職場，參加再培訓課程，利用再培訓局提供嘅課程提升技能，獲得津貼支持，更新簡歷，強調你嘅經驗同技能，並考慮專業優化學習新技術，掌握電腦軟件或者社交媒體等嘅工具，提升競爭力，靈活就業選擇，考慮兼職或者自由職業，積累新經驗，保持積極心態，相信自己嘅價值，持續努力。再培訓津貼嘅申請條件包括年齡15歲或者以上，學歷喺副學位或以下程度，並符合課程嘅入讀資格。失業人士可以免費參加就業掛鈎課程，而有收入嘅學員則可以申請學費資助。再培訓局嘅課程涵蓋多個行業，並提供每日津貼支持，例如全日制課程每日津貼333蚊。完成課程之後，培訓機構仲會提供就業跟進服務，幫助學員快速融入職場。申請課程嘅時候，申請人需要提交身份證明、學歷證明同埋入息證明等文件，可以通過網上、郵寄或者係親自報名方式完成。再培訓津貼嘅提升，為失業人士同轉職者帶嚟更多機會。無論年齡大細，透過學習新技能，你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新方向。了解更多，請訪問再培訓局網站或者致電熱線182-182。